嚟到返工返學時間啦，咁又睇下最新嘅交通消息啦。先睇啲特別嘅交通情況。運輸署宣布，受交通意外影響，康寧道落山方向近公樂道係全線封閉，車龍尾去到振華道。咁經過嗰頭都要留意。呢一節首先睇下九龍方面嘅交通情況。行公主道南行線近愛民村，用紅隧過海係交通繁忙，要11分鐘；而行西隧就係行車暢順，要13分鐘。咁跟住我哋轉睇下。行加士居道東行線近香港理工大學，用紅隧過海都係交通繁忙，要12分鐘；而東隧暫時行車暢順，都係12分鐘。要預翻鬆啲嘅時間出門口啦。最後關心埋新界方面嘅交通情況。行大老山隧道公路近石門，見到出九龍東、中同埋西方向都係交通繁忙。出九龍西呢要13分鐘，出九龍中要9分鐘，九龍東就要8分鐘。咁再睇埋外面嘅即時交通情況。東區走廊近嘉華國際中心路暢通，海底隧道香港入口有車龍。皇后大道中近花園道暢通無阻。香港仔隧道灣仔出入口係行車暢順。干諾道中近交易廣場交通正常。交通消息睇到呢度。